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您知。在高雄嘉乐发生受刑者防虐待，检方也调查6个相关人士，落尾这6个人也获法院收押禁见。搁发生台湾人去到中国失踪的案件，台师大退休教授施振平去中国耍胖去找无意外。美国内政部禁止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竟有间谍行为伫咧内面。伫咧高雄嘉角有一名姓陈的受刑者，2礼拜前因为身体无爽快送病医了后，煞来死亡。不过检方验尸了后，发现讲伊毋是因为破病来过身，该像是互拍着伤。随后也去调查2名管理员甲4名受刑者。发现讲，这6个人的口径是德国斗菜刀，拢总斗袂起来。检方也依照伤害致死罪，甲这6人抓起来，法院也甲因收押禁见。顶个月18，高雄嘉角姓陈的受刑人因为身体无爽快，被送往国军高雄总病院急救，结果不治死亡。原来以为是破病死去的，检方小验了后，怀疑死因无单纯。死者的身上有一些疑似外力造成的伤势。那造成这个伤势的原因，我们检警全力的清查厘清中。姓陈的受刑人身躯出现外伤，敢若外力造成。拜时检方进入高雄嘉角查考监视器，并且调查甲死者接触的对象，传唤2名介护科的人员，甲做11个4名受刑人。询问了后，6个人的口径无同款，讲话也有闪避。检方依照涉嫌伤害致死性押，法院认为有串口径甲别情的嫌疑，收押禁见，并且不用看报纸、看电视。收押管理员跟这个收容人都在同一个区，我们那时候的了解是没有这种情形的啊。但是检方侦办，他是基于什么样的立场？我们只是配合检方的那个侦办而已。根据了解，死者是因为毒品加家庭暴力案件已经入监2年，团书技术无服从管教，甲其他受刑人起冲突。顶个月中旬进入违规考核房，是不是因为管教超过而造成死亡？监所讲，检方已经启动调查，会全力来配合。而法务部交警署已经进行内部行政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视察苏花改工程的进度，希望在正月初5会当通车。另外，蔡英文、赖清德在明仔载也要去到台南替林俊宪来助选，这也是因初选了后头一摆2个人拢出席。另外，高雄市长韩国瑜也讲，政府专补贴读册贷款利息一个政策。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回应讲，政客花少钱唔免还，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去苏花改视察工程进度，总统蔡英文希望会当伫咧明年1月初5全线通车，目前完成率已经达到92.8%。这嘛是蔡总统2当来第3届来遮，伊表示相信明年春节进程一定会互东部民众好消息，互等伊处理的路更加安全。花莲人安全回家的路就是总统的事啊，所以我2年来第3次也是基于就是说东部交通的改善是一个政府最大的挑战。最大的政府。蔡总统并连任杀政绩，不过对手韩国瑜最近阁提出，政府应该协助将学贷利息降到上低，甚至讲由政府补贴全部的利息。蔡总统回应讲，学贷补助未来会继续检讨。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先倒回去，讲这是政客无负责任的举动。如果有政客到了选举突然大喊向政府借钱不用还，这个你可以判断这是不负责任，而且对于辛辛苦苦缴纳税钱、缴税的民众也不公平。即摆嘛，风声讲拜达带大2个人有可能伫台南为林俊宪徛台，这是初选了后头一届降台，被看作是带大批起手续。伫台北展开头一场复选扫假拜票的赖清德，嘛大方回应讲会和蔡总统降台。那看来应该是有机会跟蔡英文总统一起替林俊宪委员加持。这个事情我已经跟大家报告很多次，没有进一步的补充。虽然对蔡老皮赖清德嘛是无开嘴，敢若强调帮蔡总统助选是民主的必然，嘛是责任，希望全党团结一心。只是当媒体问到进前有讲韩国瑜是练武奇才，即马感觉是赖清德嘛真趣味，表示讲进前是特别，即马是奇怪的奇才。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来到桃园造势。韩国瑜所讲的青年政策，亲像出国游学加读册贷款免利息，煞来引起讨论。
不过，说服教育部甲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吐槽，韩国瑜也批评蔡政府，敢若会晓开大钱用政策来买票。国际机海飘扬，伫民众热情的支持之下，高雄市长韩国瑜初一下晡来到桃园三宗宫，伊表示家己拜拜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抓轻听之路感触真多。你从南部往北走，吓一跳，真的苦人好多，非常非常的辛苦。我想，我们必须要团结起来。韩国瑜最近提出青年证件抢攻少年选票，包括真互人讨论的游学支票，加上学贷免利息。不过，说服教育部以增加政府每年预算的负担，对26亿增加到40亿，甲破冷水。行政院长苏贞昌嘛批评学贷免息是甲政府借钱免还，无负责任，对辛苦缴税的民众不公平。韩国瑜认为证件互人抹黑，感觉真不满。最近政策买票就撒了2000多亿，君不见，他一个风力发电就花了2兆新台币。君不见，废核四就5000亿丢到水里面去；君不见，一个前瞻计划就8800亿。莫非这些人永远2套标准，从来不站在年轻人角度去思考？炮口向准蔡政府批评中央野钱政策买票，韩国瑜嘛呼吁未来来当选总统绝对会解决学贷的问题。对高雄市议会，因为韩国瑜请假不去现场，拿着议员去冤家爆发大会冲突，韩国瑜呼吁爱弟身份证。一下我们所有高雄市议会所有的议员朋友，不分蓝绿，不分党派。审查预算的时候是整个高雄市政府明年建设要花的钱，希望所有高雄市议员能够了解民众对议会、对市政府的需求是非常期盼的。韩国瑜积极拍向听民意，甲民进党伫政策上攻防，初二阁要去台南府选，只是对手蔡英文同一天嘛要含大清调伫台南府选讲台，超期礼拜六拿着饼场备受关心。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议会昨发生严重的冲突，哪里议员拢有人来受伤。调查总结顺的时阵，有民进党10位议员伫咧议事厅静坐，佮爆出昨冲突画面，谴责国民党暴力行为。国民党高雄市副议长陆秀美也讲，并唔是无爱协商，是民进党唔接受国民党团的意见。代理市长叶匡时也表示讲，伊甲韩国瑜同款表示遗憾。经过几暝时间，民进党议员针对这一天的暴力冲突，赶快是封火道，决定讲要采取静坐抗议。整个国民党受到指挥，欺人太甚，我要进行静坐。民进党10个议员头白到跑市长欺人太甚的布条，直接伫议事厅坐落来，荧幕面顶一直伫放冲突的画面，指控国民党的查甫议员对民进党的议员出手是无分查甫的还是查某的，而且国民党议员刘德林、刘辉受伤嘛是因共党的议员造成的。刘德林议员的伤连环是曾俊杰议员因为在争议当中造成的。民进党议员轮流来骂国民党，主持会议的副议长陆秀美出面来提醒，要求议员登去为质询，强调讲，不是国民党无愿意协商，是民进党不爱接受，拿着双方各一个来互相呛声。我也拜托你们不要只截取外面，现在在本区也摔倒了，我也受伤了啊！大家都受伤了，我专心都跳了，我敢告你还跳到我们民意局议员的身上去，我把他锁喉了，你都没有看到画面，你只播出你要锁喉了。我们谁锁喉过谁？民进党继续来放冲突的影片，认为讲冲突的事件会当交互社会来公平。议事厅内底拿列同款是家己讲家己的话。代理市长叶匡时表示，韩国瑜介意拢对议会冲突感觉真遗憾。就是跟我一样，就是我们觉得非常遗憾。我是依法代理市长行使职权，所以呢，就来做这样的一个预算的报告呢。我们本来预期议会们会理性的来跟我们质疑关于预算方面的问题。若是外界质疑的职务代理人甲代理市长的意义无同，叶匡时指出，伊是根据高雄市政府自治条例，若是其他原因市长无法度行使职权，由副市长代理市长行使职权，甲地政法是无同的法官，毋过绝对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明年总统大选，台北市长郭文哲也认为讲，明年的投票率未讲介悬，颠倒安尼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是较有利的。原因是韩国瑜的支持者比较较集中。郭文哲也讲，投票率若低，对台湾民众党要有政党票有影是真不利。台北市议会市政总质询，国民党市议员关心台北市长郭文哲对2020总统大选的看法。郭文哲是研判，明年的投票率应该会比2016年大选更加低，这个结果会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较有利。
照目前的打法下去，都会低很多，因为很无聊啊。低很多对谁有利？对韩有利，还对蔡有利？相对来讲，对韩会好一点，因为它的魂比较铁啊。针对2020总统大选，郭文哲敢会暗示家己的支持者支持倒一位总统候选人？郭文哲讲，即马无这个计划，应该嘛袂去好用，因为无啥物好处。郭文哲阁承认讲，假投票率对台湾民众党嘛较不利。投票动机很低，像你刚刚讲会低于66%的话，坦白讲，对台湾民众党一个新兴政党未必是好事啊。很不利。对啊，那对你不利的话，你怎么样鼓励大家去投票？那没办法啊。所以这里面有可能有你的不分区人选，包括劳工局长。那我还在 interview， 还在谈一下。所以有潜在人选。对。很多吗？没有，1个而已。第一主义的就是我们赖局长。没有，我觉得这个还要看个人意愿呢。初次走动进军国会，郭文哲头洗落去啊，但是不分区的人选敢若搁咧沟通。郭文哲爱瞧的，毋那是不分区的名单。市府副发言人黄景莹敢若遭受这场搜缴案，伊嘛爱处理。市长指示黄副市长当 PM， 那组成专案小组。那昨天既然这个议会有要求要劳动局介入调查，那全案就是进入调查程序，所以细节方面就不便再多做回应。搜缴案按算1个月内会有初步的结果。前几天一审判决的太阳花国赔案，台北市警察局要上诉，14位分局长伫咧市议会当中举手赞成，嘛拢认为判决会打击士气。副市长黄珊珊是强调，市府袂互任何环境承担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佫传出台湾人伫咧中国失踪的代志，一名台师大退休的副教授徐进平，去年8月伫咧中国却熊行踪不明。家属发了讲会变做第2个李明德，唔敢向官方来讨救兵。陆委会也表示讲，台湾目前无收到任何通知，也会继续来了解相关的情形。面册最后一篇发文，留伫去年7月底，台师大退休副教授徐进平传出伫去年8月份伫中国失踪到今，已经1年3个月。安尼为徐进平的面册会当看到，伊定发文讲政治，佮不公开批评民进党甲蔡英文政府。事实上，两岸关系其实并不存在于利己的冲突，两岸的对抗实际上多由于绿营操之过急的去中国化意识形态操作的结果。因为习近平无出席今年早囝伫美国的毕业典礼，引发朋友怀疑。传出朋友佮把经过管道询问，知影习近平牵涉个案理由，向关电北京。中国军方佮提醒卖加问，加入烦恼变做李明德第2，一直无向官方要求帮助。刘辉强调，若是中国有限制习近平的人身自由，就应该向南方通报。不过目前还未收到相关消息。媒体报道，台师大退休教授施正平先生疑似在中国大陆失踪。经我们洽刑事局了解，陆方并没有向我方通报。这个案子的处理，我们会持续跟相关机关保持联系。刘辉讲会尊重配合家属意愿，和因必要合作。为正正李明德、李明姑、南亚学者蔡金书，到即马向看做过去国民党本土派习近平，中国以国安理由掠台湾人，敢若已经是无分哪力。那习近平8年前台师大发出声明，强调习近平伫学校教学期间情况正常。去年2月份退休了后，无甲学校有特别联络，学校对了后情形嘛无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第19届四中全会伫咧昨来闭幕，根据着会议公布，点名对台湾就要用和平统一，也反对台独。也讲到香港、澳门，中国政府宣示会依照宪法甲基本法来施行管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也表示讲，无因准对一国两制挑战，也支持香港政府就要加强执法的力头。中共19届四中全会闭幕，中共中央宣传部初一召开新闻发表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也就是港澳基本法的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强调讲，会照宪法基本法对特区来行使全面管制权力制度，支持香港特区强化执法的程度，一国两制底线是袂当互挑战，绝不容忍任何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
在两岸的议题顶悬，公布指出要推进和平统一的进程，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融合的发展，更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内政的部分是坚定维护党中央的威权，甲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这点去外界认为这是一党专政。若是外界伫团的接班人的问题，伫公布内底啥物拢看无，也阁有公布的内容嘛无直接来说明要安怎解决香港问题的具体办法。若是反送中的冲突局面嘛是同款继续。大声化口号，而且佫要求解散警队。且有网友发起伫香港中环遮达花园，还佫有关东转业街游乐场快闪游行。若是前一暗31的时阵，有部分的民众挂小鬼仔卡变装，有人装作小偷仔，有人挂喜马威尼，还是军兵的面具，用庆祝万圣节的方式挑战香港政府的禁止货币法。结果香港警察佫一个来发射催泪弹驱离，现场乱七八糟。现场有民众叫香港警察压伫咧涂骹，一直大声喊救命，还佫有香港的媒体记者拿手去互树林庆记弹着来受伤，身躯是整一大块。原本应该是化妆挂小鬼仔卡来庆祝的万圣节，伫香港煞变做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内政部先暂停使用中国制的无人机来执勤，也针对着中国制造的无人机进行检验。根据着外国媒体报道，这是因为美国烦恼讲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可能会用伫间谍活动，不停也当咧进行安全的风险评估。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内政部烦恼中国造的无人机有可能会传送重要设施的资料，也是影片，提出未来可能会起防攻击的记录。宣布中国制还佫有中国廉价的无人机先停飞来进行安全审查。美国国土安全部早就伫咧今年9月份，就对美国进口中国造的无人机数量一直增加来提出警告。若是台湾的无人机协会分析，因为客户会使用电脑甲手机来控制无人机，治安风险会较大。它可以搭载的各种感测器是非常多样化的，譬如说有热显像、有多光谱，甚至有各式各样的辐射，它可以随时在各种场域做起飞跟回收的一个动作，所以在以它侦测的这个能力来讲，它是非常非常多元化的。无人机发展协会分析，资料若是经过网络还是手机都会有风险，无一定是干那中国制造的无人机才有治安的问题。若是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市占率确实是真惊人，伫美国超是7成，伫台湾是8成，大部分拢是由制作商大疆所制造的。伫美国互下令停飞了后，大疆发表声明讲，客户会当完全控制伊家己的无人机所收集的数据。若是台湾的民航局表示，会继续来关心这个议题，通好做未来法规的参考。如果评估有需要的话，我们会来评估一下，看在检验的程序上，或是未来在进口的程序上，请我们经济部这边来做一个合作。民航局表示，目前针对无人机的检验，25公斤以上的无人机会检验多珠，还有电子威力等等的组件。针对制造进口的部分，会计算是伫咧经济部，会收集资料了后，交予经济部来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最近外送员的安全也引起大家关注。在今仔日，台北市劳动局公告，外送平台业者管理自治条例草案，会强制要求外送业者必须爱甲外送员保意外险，风台天也爱停止外送，以及甲外送员上安全教育的课程。国庆连续假期连续发生外送人员死亡意外，台北市劳动局首创公告台北市外送平台业者管理自治条例草案，未来会要求外送平台业者要对外送人员投保意外险，风台天停止外送，发生集在8点钟内自动通报，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另外，要对外送人员上职安教育训练课程。我们不再论他是承揽或雇佣，只要是他在登录有案的这个契约成立之下，24小时之内，比照劳保要能够完成这个保险的这个契约认定，都能够用经济平台去撮合你的雇佣关系，撮合你的承揽关系。你当然有条件，也有办法做到资讯零时差。不过，部分平台也是坚持甲外送人员是承揽关系，也是透过货运公司指派第三合作关系来闪外送人员责任。对此，台北市劳动局强调，不管是承揽或者是雇佣，台北市自治条例拢适用处罚，嘛要求甲外送人员签合作契约，24点钟内都要投保。意外险袂当比200万较低，实际收付袂当比3万块较低，无上悬会当罚10万块。那现在的这种境外电商的一个运作模式，
常常它连商业登记都没有。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如何去克服这些困难哈？我们这边好像还没有做到这个哦。这个我们会内部再讨论。台北市歌送平台自治条例预计会在10月底进前送台北市会审议，不过因为地方制度法相关该当罚到10万块。另外，平台公司登记伫台北市，实际事故是发生伫台北市才受到规管。台北市劳动局强调会配合将法规做执法。记者综合报道。农业欠工的问题是真严重。根据云林县的统计，县内农业欠工大约是1万人。虽然这几年争取劳动部同意来开办示范农业外籍移工，却因为台湾也未甲4个国家签订农业劳动契约，所以无下落。云林县长张丽仙也表示讲，希望中央政府会当来暂时放宽标准，早一日解决农业欠工的问题。专勤队人员来到乐农场，发现有业者非法切外籍劳工，阁有几间蒜头加工场因为无法度用机器来掰蒜头，嘛且非法的外籍劳工。根据云林县政府的统计，这1-2冬来，每一年非法请外籍劳工红了有300人，做农业工课比例上高。那目前以农业类的一个所抓到的这些非法的工作的外籍人士占最多，大概达到80%。照国家的立场，你在我们法律上是讲这处罚无毋对，但是讲你即摆老化这个问题无解决，就是讲是毋是用暂缓一下？云林县政府表示，云林县人口老化是真严重，县内差不多阁欠1万人来做事。虽然这几年中央开办示范农业外籍移工，煞未含菲律宾、泰国、越南、印尼4个移工输出国签农业劳动契约，无法度来解决欠人的问题。行政单位啦、移民署啦吼，那会使讲吼体会农民啦吼，卖造成农民真大这恐慌啦吼。我们当然是希望就说可以的话啦吼，可以稍微睁一眼闭一眼，放宽一点标准。劳动部已经持续在跟他们协调联系开放，好，那目前泰国部分已经可以同意受理这个契约的验证，好，那其他来源国我们目前也持续在协调，尽速敦促来源国开放这个农业外劳。劳动部表示，过去毋捌开放过农业劳工，外籍移工的来源国爱先了解劳工伫农家做工课的环境。劳动部嘛会继续和劳工的来源国联络，用早引进农业的劳工，解决做田人欠骹手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道4号台中环线丰原潭子路段，丰原3号泵坑透早也拍通啊！交通部长林佳龙加高工局的相关人员也做伙参加贯通典礼。丰潭路段全长11公里，林佳龙也表示讲，目前除了1号泵坑还未拍通，2号、3号拢拍通啊！也安算在111年会来全线通车，到时就当减少国道1号塞车的问题。响起爆炸声音，工作人员是非常欢喜。泵坑2台工作人员做伙见证，辛苦终于是有了结果。国道4号台中环线丰潭段、丰原3号泵坑西行线尚未进行贯通，交通部长林佳龙以及交工局的工程人员尚未共同见证贯通典礼。全国大台中的环状快速公路网进入新的阶段，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未来将有效的疏解国道1号的压力。国道1号、3号、6号跟4号的连结就打通了这些节点。那特别再加上我们除了国道4号丰潭段以外，国道1号接74号快速道路这个已经年底会来动工。那可以说大台中的路网就4通8达。国道4号台中环线丰潭段全长11公里，工程单位表示，这路段地形非常特殊，加上岩体强度真足，节力真发达，施工的难度真高。整个隧道的周壁非常的薄，所以我们在打这个洞的时候，周围太薄的地方，我们就要小心慢慢的去走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这个所谓不是非常高的地方，所要执行最重要的问题，不能让它有破洞。工程单位表示，时间的过程有真侪处发生错摊，克服加固了后，伫今仔日3号泵坑西行线进行贯通。目前除了1号泵坑还未贯通，2号泵坑的东西行线，3号泵坑的西行线都已经贯通，以前若是顺利。民国111年底，会使全线来完工，打造大台中的环状高速公路。记者台中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看互真。第二反政府示威，虽然因的总统已经宣布讲要取消地铁票来起价，也取消2条重要的国际飞机。不过，伫咧31要上千名的民众，组织伫咧首都圣地亚哥也发起游行的抗议，是因为长期好业甲散车无平等，教育医疗体制无平等，才会安尼未受煞。智利的反政府抗争已经将近2礼拜。昨日31时，因国家4天连假头一天，依然有大批民众集合在首都圣地亚哥市中心的广场抗议，要人爬上广场的雕像来乱画，摕着国旗。警方是发射催泪弹，也有出动水炮车来赶人。引发智利示威的原因，是因为政府宣布地铁起价30智利比索，大约大票是1块2角6。不过对于智利民众来讲，问题不是30比索遐尼简单。第30年来，长期贫富无平均，薪水低、养老金偏低，教育医疗制度无公平，冲击上大就是中产阶级。A través de crédito. ¿Cómo pagas el crédito? Accediendo a más crédito. Entonces te endeudas para pagar tus deudas. 联合国2017年的报告指出，智利上好业的1%的人，因的收入占全国所得比例是33%。而总统皮涅拉家己就是一个1万的好业人，身价达到28亿美金，大约合大票是850亿。Lo que yo pido también para mi familia, para todos, porque todos son de la clase media baja. Y ellos son los que tienen problemas, no los que viven en el barrio alto. 示威到即阵已经造成20人死亡，几100人受伤。这也是智利对1990年独裁政府落台了后上大规模的暴力抗争。真生气的示威者以汽油弹来烧地铁站，估计已经造成大众运输系统4亿美金的损失。而损失上严重的是超商店头，真侪店头被破坏，要示威者趁乱来偷摕物件。当地超市协会统计，圣地亚哥的店头即阵损失达到13亿美金。Mucho, mi vida, mucho, porque uno vive de esto. Yo he trabajado con llena de lacrimógenas, con guanaco, gente, ponte tú, saqueando aquí, corriendo para allá, para acá. Como tú sabes, han quemado varios de los negocios que nos mandan pedidos a nosotros y ya últimamente no están cayendo pedidos y si no caen pedidos, pues no hacemos dinero. 总统皮列拉30日宣布，原本有定年底会伫圣地亚哥举办的 APEC 峰会加 COP25 气候峰会双双取消。而西班牙政府已经表示愿意接办 COP25， 地点有定是首都马德里。皮列拉也证实这项消息，也佫无讲到 APEC 峰会。而北京发言人1号讲，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敲电话予皮列拉表示支持，并且谴责智利的抗议行动。因为有外国力量介入，并且正经决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地点，希望能照预定时间签署第1阶段的贸易协议。记者综合报道。美洲国家组织10月31针对玻利维亚总统大选开票争议进行验票，伫咧拉巴市街头抗争，也造成2个人来死亡，超过140人来受伤。示威者认为总统 Morales 是利用做手，才会当予伊连任第4回合。不过，伊的支持者却穿着传统服饰、摇旗仔来表示支持，双方伫咧街头也无要来相让。同款拢是行去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街仔路来抗争，不过煞有明显2种无同的花草印记，嘛说明讲这是一场意见甲立场完全无同的对立。穿传统服装、摕印加旗仔的阵营，因支持同款嘛是原住民出身的现任总统莫拉里斯成功摕到第4个任期。Nosotros vestimos eso, ese es nuestro tradicional. Y como en este caso también es importante demostrar como campesinos indígenas o interculturales, hermano. 另外一边是穿一般的服装、摕玻利维亚国旗的反对派，拒绝莫拉里斯无顾宪法敢若会当连任1届的规定，已经连续做3届14年的总统，而且即马阁要继续，而且上重要的是，即届阁是靠作弊创票才来摕到政权。Todos aquellos que estamos defendiendo la democracia estamos llevando la bandera boliviana, porque la bandera boliviana no tiene ningún color político, de todos los bolivianos, sin ningún. 美洲国家组织当地针对玻利维亚总统大选开票作弊争议来验票，若是街路面顶嘛出现莫拉里斯支持者甲反对者的对射抗争，而且已经造成死伤。莫拉里斯发声明讲，希望讲大家会当等待验票的结果。若是玻利维亚启动第3方验票的定数，并无事先征求反对派同意，验票的过程嘛无来入去公民代表。同款是要拼总统大位的对手梅萨拒绝接受。拉巴斯街路面顶的抗争，上主要原因是伫咧10月2日总统大选开票的后段，莫拉里斯的票数向增加真济，拄好甲第2名的梅萨差别到10%，唔免进入第2轮投票的号定。开票过程真正是收过合，去互认为这是黑箱作业。美洲国家组织嘛对这个结果感觉真惊吓，也有关心。记者综合报道。
11月初9是毗邻唱位仔倒来满30周年，这也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结束冷战的关键时刻。不过对一寡人来讲，不管安怎样，这款的悲剧袂当搁再发生一摆。头毛已经拢会变白色的瑞曲特，徛伫个即个四周围拢是壁的房间内底，有当时看顶头，有当时家己伫咧想。这个所在叫做波茨坦，就是伫厝大战尾期，当美国发表波茨坦宣言，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所在。冷战时代，当德共党秘密警察伫遮设立家园，瑞曲特捌伫1975年伫遮封关过11个月。1961年的冷战高峰，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共产集团为着防止东毗邻民众走去西毗邻建造毗邻围墙，并且授权士兵用个射杀想要走往西德的人，也毋过有形的围墙无法度阻挡民众对着自由的愿望，连当地士兵家己拢甲清洗掉，并过围墙逃走。毗邻围墙存在28年期间，总共偌侪人想要越界，无明确统计。敢若知影讲有5000个人成功来走离开当地。瑞曲特也在1966年成做其中一份子，随后又利用当地政府赦免伊的机会，协助亲戚朋友逃走，最终在1975年被抓到。前后在波茨坦甲东毗邻总共坐了5年的监牢。Sie glauben nicht, wie schwer das ist im Vereinten Deutschland, da sowas anerkannt zu bekommen, so eine Beschädigung, die man auch durch diese Methoden der Staatssicherheit erfahren hat, ja. Und da kann man verzweifeln, ne? 了当地去到出境到西德的7年了后，世界舞台变甲真无共款咯。Mr. Gorbachev, open this gate.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雷根演说了后2年多，把阻隔东西毗邻往来的围墙，在群众欢呼声中被拆掉。30年来，国际局势变化万千，经济景气是起起落落，不少人有时开始怀念共产主义时代日子，这让瑞曲特心中是有真侪感慨。Man ist ja heute noch so, es ärgert mich, wenn das alles so schön geredet und weich gezeichnet wird. Nicht, wenn die schöne alte DDR, es war nicht alles schlecht und jeder hatte Arbeit. 徛伫欧美的观点，毗邻围墙倒去是民主自由的一段胜利。也毋过在俄罗斯看来，是戈巴契夫的软正，和西方国家是软土深骨。原本以为放任东欧共党政权一个倒台，因换来更加多善意，确实造成北约组织一直向东扩张，亲门大户，互俄罗斯感觉威胁，也才有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一连串相关的对立。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中国打压台湾有影是无所不至。10月伫咧韩国举办的国际电脑视觉大会，中国伫咧会中抗议强迫大会，爱甲台湾对国家的分类改做是地区。外交部也表示强烈的谴责。另外，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加勒也带团来访问，也希望将台湾议题伫咧欧洲互国家人来看见。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凯勒率领欧洲议会重要行动团议员9位人来台湾访问。凯勒这个月才和德国、英国、法国国会友台小组的主席做伙成立韩国议会平台的福尔摩沙俱乐部，推动甲台湾的关系，嘛期待就这个方式提悬台湾议题伫整个欧洲的能见度。We are, as friends of Taiwan, in a position to say yes. We want you to participate in meaningful ways in as many as possible international fora, because it serves the purpose then to be complete, to have a possibility for you to make your points. 总统蔡英文嘛，期待议员继续支持欧盟甲台湾签双边投资协定 BIA， 提升双方的经贸谈判关系。这3年来，台湾甲欧盟以及欧洲伫连瓦近的国家关系大幅度提升，但是中国伫国际社会打压的动作嘛是不断。10月伫韩国举办的国际电脑视觉大会，因为中国伫会中抗议，强迫大会将台湾对国家的分类改做是国家以及地区。外交部对此表达强烈的抗议跟严正的谴责，他们的恶劣的打压的行径呢，令人不齿，也没有办法改变台湾在政治上不隶属中国的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更加深了台湾人民对于中国的反感跟厌恶。
外交部表示，已经请驻纽约办事处和主办 ICCV 大会的电机电子工程师下会致歉，要求唔通扩张中国的政治压力，将台湾不当列做中国的一部分。各强烈批评中国想要用政治压力干涉学术的霸凌举动，唔能互国际起笑，更加暴露中国不管是官方也是学术界，拢以政治凌驾一切的恶霸本质。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在今日通过海洋基本法三读。未来，咱会有一部专门的海洋政策法规。政府爱伫咧1年内提出海洋政策白皮书。环保团体也表示讲，真欢喜修法通过。海底扩大伫海保的案件定发生。根据海保署统计，今年到9月底有74只海底扩大伫海岸，抢救海洋生态是非常的逼急。1号早起，立法院审议海洋基本法三读通过。文字修正决议海洋基本法草案修正通过。未来1年内，海洋委员会爱提出海洋政策白皮书，包含海洋污染防治对策。国家海洋日也定伫6月8号。未来政府推动海洋政策会有法源甲经费。台湾白海豚的族群正是代表台湾西海岸的海洋环境指标。我期待海洋基本法通过，海委会可以将台湾白海豚的富裕作为重要的指标。台湾是海岛国家，不过客气欠缺一部专门海事法，无论是海洋动物保育，也是海洋污染防治，拢分散在无同的部门，会造成海洋政策各自为政。这些东西出来以后，它又要有一个所谓的公民参与，它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做，人到位。钱到位，特别是预算，我们要看看是不是政府真的是要认真的看待。第4条里面特别强调，政府应该将来要制定海洋空间规划，它不是只有能源，包括生态环境，还有研究发展，各行各业都能够良好的规划。环保团队也烦恼，海洋基本法三读通过了后，离政策落实要几年？呼应立委所讲的抢救北海底为海洋指标，保育海底的栖息地，就是改善海洋污染上大的关键。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县后龙甲德南交界海边的沙坡仔，在今日发现一只死亡保育类的石龟。海巡署中部分署甲海洋大学专家也到现场去处理，初步认定这是一只要成年的石龟母，食食也真正常。究竟为什么会死亡，阁要进一步来化验。民众伫咧全是本属的沙坡仔内底，发现一只已经死去的石龟，而且伫咧后梁这地海域，今年4、5月隆重发现石龟来死亡。在今仔日，这只已经是半年来第3只死亡的石龟。根据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统计，今年7月到9月，全台湾海龟通报案例，30来只内面有29只来死亡，种类是以石龟为主。在彰化县的动物收容所，对今年7月开始就规经填填，目前已经收容超过300只的流浪动物，是本地会当收容的2倍多。透早也有几落个动保团体到彰化县政府头前抗议，要相关单位提出具体政策来改善流浪动物收容的环境。保护动物，政府失职，政府失职。几落个动保团体来彰化县府头前抗议。因为彰化县的动物收容所原本敢若会当收161只狗仔甲猫仔，但是目前已经收超过300只的流浪动物，收容的数量是超过真多。真侪流浪狗互关伫会青青的人仔内底，收容的环境真歹。在收容所有限的资源下，我们看到的是前面的先天不良，后面的后天也没有得到调整。目前发生的人犬冲突的事件就是过去怠惰的结果。几百只的狗在那边践踏、互咬、受伤死亡，然后这个只能默默的看着他们这样子无辜的死去。动保团体认为，彰化动物收容所会受到超崩，是因为彰化县今年发生真侪人甲狗仔的冲突，县府伊就要解决民众的不满，对原本敢若掠有危害的狗仔，变做大家拢掠，才会出现超崩的状况。彰化县农业署承认讲，确实收伤济，但是兽医师拢有用心在顾，嘛积极在找新收容所的地点。在收容所的这个空间上，我们目前有35位的兽医师实际上各位也知道，因为送过来的很多都是有生病的老的，那我们的兽医师也会积极的去照顾，那死亡当然难免。那我们县府绝对会去找一个适合这些动物居住的一个家，但是呢，请大家支持我们县政府。
根据农委会统计，彰化县的流浪狗超有16000多只。动保团体认为，敢若靠政府目前掠的政策无法度解决问题，县府应该赶紧甲动保团体讨论，提出更较有效的源头管理政策，而且嘛要提升收容所的动物福利。记者综合报道。导演魏德胜准备真久的新电影《台湾三部曲》，片中的场景甲台南市政府合作，重现400年前台江内海登记。这个场地也永远保留转型做丰盛之城历史文化园区。在今日下晡，导演魏德胜团队正式甲台南市政府签约，也安算在2025年会来完成。构成以具有观光、教育等多功能。魏德胜团队甲台南市政府正式签署园区 BOT 案合约，代表上近2025年台湾三部曲历史文化园区就会当予民众来参观。导演魏德胜新片《台湾三部曲》开900亿，呈现400年前荷兰人打来台湾的情况，透过无同的文化角度，呈现17世纪大航海时代台南地区多元的文化模样。拍台南400年前的台南，就等于是在拍台湾的意思。所以这个计划虽然在台南，可是它代表出去的是整个台湾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入口。台南还是要把台湾头拿回来的，这还是要希望有这个信心跟自傲这样。透过空翕的画面，会当看到台湾三部曲历史文化园区未来起伫后壁区乌树林地区，占地118公顷，内底包括4个主题区域。对这件代志，台南市政府尽全力斗相共，唔但提供土地，嘛伫宽屏、交通规划顶悬做资源整合，让园区会当顺利来起。环评跟土地变更的这个程序，但是因为电影的部分，我们可能会在别的场景，就是除了基地这个场景之外，其他的场景我们可能会先动工先拍这样子，然后等到这个基地可以开始整地、开始搭景的时候，我们再回来这边做最后一期的拍摄。我们能够让这个有历史的大河剧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景点，能够在台南重现。魏德胜认为台湾无需要迪士尼乐园，但倒需要有台湾特色的园区。希望预计2025年落成的台湾三部曲历史文化园区，会当变做体验台湾文化上好的选择，让国际游客来了解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好多歌仔戏团有真侪出，拢是摕台湾历史来做戏吧，亲像台湾我的母亲、彼岸花、大稻埕传奇等等。另外，也有上新的作品扮演林爽文事件的《顺天1786》，特别邀请北部国宝级的艺师陈美云，甲河洛东条小生陈武安做伙来扮戏。而且这出新戏也要献予拄过身的老团长老情元，感谢伊对歌戏的用心甲付出。卡手溜俩人大刀，年岁要我70岁的国宝级艺师陈美云演林爽文的老爸，就演杀体满清官兵的情景，威风不减。面对感情，也有老爸的亲情，河洛歌戏团东家小生陈武安、甲林爽文这个角色演甲真好。这是河洛歌戏团上新的作品《顺天1786》，甲历史上规模上大的农民起义事件搬入去戏院，重新展现歌戏的使命，也感念已经过身的老团长对歌戏的付出。其实这出戏大概7、8年前已经编好了，那老团长念之在之啊，一定要演出。那我们就是说，也继承了他这个遗愿啊。1990年，河洛歌戏团提出经典歌戏的概念，甲传统歌戏结合现代剧场的元素，为唱调、脚步手路拢真讲究。30年的老剧团加入去广播、电视，佮到戏院，歌戏团的老前辈甲新生代共同演出，延续本土戏剧的精神。大台就要来带这节仔戏啊，袂使伤大、伤细只安尼甲我吊咧走袂用，就是安尼可以变大只，人咧食毋真好食，人来安尼看毋才有办。用戏剧关心这片土地发生的代志，河洛歌戏团要继续传承这个精神，带民众了解台湾的历史。以上是记者欧敏珍、张玉水伫咧台北的采访报道。台中中区老二号的中央册局，伫咧日本时代是台湾上界大间的汉记册店，却因为大环境伫咧改变，也在20多年前收起来。
后来经过文化界抢救，用3年来整修，在今仔日个对话开放了。老店中心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呢？咱也做伙来看。流花灯光加上窗外日头照入来，人客经济所在，坐来啉一杯茶也是咖啡。找一本册慢慢看，找回脑袋中的印象。国小的国语啊、社会、自然不见，就是不见了，或者是旧了、撕破了，就会来这边买这样子。对，然后还有我的第一支钢笔，有那种再重生，然后而且从门面到进来的产品的摆设，都给人家有一种很古典气质的感觉。位伫台中中区的中央册局，1927年上早由台湾文化协会成员设立中央俱乐部，后来改做中央册局，正做台中地区文化开始的重要角色。不过近年来因为未堪了钱，结束营业。头家换了真侪人了后，有当时也真做特别场，互文化界人士感觉真唔甘，所以伫各界奔走抢救，经过3年修理了后，11月1号重新开放试营运。新的中央册局无规排的册壁，取代是册柜，也有咖啡的香味。就人类在对于知识吸收这件事情上面，它其实会摆荡，它其实也许它会在未来它又会摆荡回来书这个部分。对日本时代开始就是上大的汉语册店，因为铁路吸引真侪文人来遮，加做当时的思想传播站，更加带动后期台中文化加思想的传播。新的中央册店定位以展览加客位为中心的册店。以中央俱乐部的这个精神，那再重新演绎这个中央书局这个空间，所以未来的中央书局，它除了书之外，还会有影，还有物。延续对土地甲文化认同，旧册店虽然重生，不过不变的是以册正做连结，继续要来扮演读者文化甲思想的交流站。记者综合报道。若想要老网老，阁会当补土豆，这条你就爱注意咯。全台湾65岁以上的士大人，大约有150万人有到活动式的加喙齿，所以有8成的人是无正确的保养观念。气科医生也提醒讲，若无注重清洁甲保养，装伫喙内恐惊会影响规身躯的健康。 64岁的大女士2当前开始到活动式的加喙齿，因为对加喙齿的认捌无够，要困进前干用起面啊加清水加敏的，因为加喙齿洗不清气，煞造身体患定量发炎会痛。后来改用加喙齿清洁剂了后，症状才改善。就是牙龈会发炎，就是会红肿会痛。我没有用牙膏洗过，都是用清水。 根据中华嘅医学会上新的调查发现，全台湾65岁以上大大人，差不多150万人到加喙齿，煞有8成的人有错误的保养观念，像讲用齿膏也是搁喙水来清洁加喙齿，真有可能伤害加喙齿的成分。直接伫喙内面洗喙嘛无正确，搁有人就是加喙齿会当倒咧困，伊所提醒倒咧困得到气质性肺炎的风险有2.3倍。假牙呢，就是能够让这些细菌呢。 残存的一个非常好的温床，所以如果带着这些睡觉，或者是假牙清洁不够，那么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吸入性肺炎。医师强调，加喙齿一定要逐工洗，而且要浸伫咧加喙齿清洁剂内面，才会当对顶悬的牙菌斑进行化学分解，达到消毒杀菌的效果，并且定期回诊检查，养成好的卫生和清洁习惯，唔但对保命啊帮助消化有帮助，嘛当提高生活品质。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英国捌发生出毛出皮的大流行，根据英国上新的研究，若准无来注意放射，就去感到毛，就算尾仔来护理你了后的5年，也有可能互你的免疫力来降低，特别是囡仔就要注意。 研究人员几年前伫荷兰的东正教社区，对当地无注射毛疫苗的囡仔采集血液样本。了荷兰在2013年出现毛疫疫情，研究人员重回当地，加共一批人的血液样片摕来比对，发现患过毛疫的患者免疫力平均降低20%，上最甚至丧失70%外的免疫能力。科学家指出，人体内底有所谓的 B 细胞。 作用就敢若亲像电脑防毒软体病毒停息码，等疑似的病毒入侵电脑，这组停息码就去收存资料库，找出病毒特别的所在，然后就发动防毒软体进行阻挡。这个 B 细胞就是人体病毒停息码。 By decoding the sequence of these antibody genes, we could tell what kind of instruction does the B cell, does the immune cell give to our immune system to respond to a specific pathogen. All of this can be done at once.
研究人员分析某一寡抗体数量，发现患者伫毛仔病毒影响下抗体减少，也就是讲，B 细胞互毛仔病毒攻击了后，指导免疫系统产生抗体能力降低。这种现象会维持一段时间。科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是免疫抗糖期。For a period of perhaps 5 years after infection, individuals who catch measles, not have the vaccine but catch natural measles, develop this state where they're much more susceptible to infection. And they even seem to be able to catch things that they'd previously become immune to. 当然 ，B 细胞不是人体唯一的病毒停息码，另外也有所谓的 T 细胞也有相关的功能。不过专家烦恼，亲像是非洲的下撒哈拉地区有严重营养不良问题，去喂着毛仔进而破坏免疫能力的机会更加悬。像毛仔病毒对着 T 细胞的免疫机制有什么影响，也犹太研究人员进一步来研究。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高手有一对细老的姊妹啊，才20出岁下，有一回去日本的时阵，食到羊芳粿雪条咧。大学毕业了后，又决定转到故乡要来种芒仔粿。果然有付出就寸进，也成功种出真困难种的阿鲁斯芒仔羊芳粿。一透早就来温室，来来回回巡视。刘文英和刘依辉两个姊妹啊，当无用咧照顾因的宝贝阿鲁斯芒文羊芳粿。这日本品种的羊芳粿，会使讲是大家公认正好种的品种。详细甲看，逐丛种出来的羊芳粿，又搁大又搁圆，而且纹路密搁济。两个姊妹啊，才为大学毕业，就成功掌管温室。种出甜蜜蜜的羊芳粿，其实因有家己的工作方式，就是分批种，可以平分我们的工作量。不然如果只有我跟姐姐两个人，其实一分地这样是一次种是种不太出来的，而且这又是属于比较细心的农作物，我们需要一株一株去细心的照顾它。刘依辉讲，一丛简单收一粒，2分地的瓜园，因得甲分做4区来顾，而且分配来种，通好确保羊芳粿品质，嘛互工作量平放。两个姊妹啊，为什么都袂晓？四界向专家请教，去农改场上课，了解高树土肉较散的特性，最后总算敲测出适合的种法。这是日本进口来的种子，对，我们就靠设施来克服。对，也是有克服出来。这边全部都是用温室的温室的设备，然后我们的土是使用泥土栽培的，它会比较减少病虫害。即阵头一批羊芳粿500粒已经全部采收了啊，而且透过配送已经全部卖完，市场反应也阁袂歹。两个姊妹啊，脚踏实地种出好食的羊芳粿，也互人客看到少年农民的潜力。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站门溪的溪坡边有规片的9月水，也就是甜柑仔草，一片白茫茫，也吸引真侪民众来到台南带来者。石仔烂社区发展协会也有专业的解说，用甜柑仔草做纸，佮有各式各样的工艺品，有影是真特别。过中秋了后，天气淡薄仔转凉，有人讲是9月生的甜柑仔草，伫溪边已经开一大片。台南市大内区的大内桥骹已经有一片真水的白色地毯，吸引真侪游客为远路来欣赏这幅秋天的美景。今年啦吼，咱的樟门溪的甜柑仔草吼开了够水吼，即马当在大开吼，一般在开花是中秋过到咱的10月底吼，会开了足茂盛。当地石仔烂社区发展协会嘛为游客讲解地方的特色。这片溪边的甜柑仔草和山里的瓜芒花，两种食物拢伫秋天开花，生了真红，定会风呼唔着去。它们区分就是田根之草长在溪边，那我们的瓜芒灰长在山谷，它们一样都是禾本植物，可是它们在开的芒花会有所不同。在曾文溪旁，在溪边的芒花的田根之草，它在开的时候它是会开2边。那芒花，那瓜芒灰它是开一边。社区发展协会把运用在地特有的甜柑仔草来制作手工纸、手泥布，开发真侪手工艺品，朴实的美感、环保佮实用，为社区找出新的商机。记者综合报道。
明仔载要放假气象预报来报互恁知影。北部地区为21度到28度，中部地区为22度到32度，南部地区为23度到31度。东部地区为21度到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20度到27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